最近有網友問我 Casper 點樣知自己叫價幾多？如果你第一個反應係問 AI 或者 Google，咁我只能夠講你注定被 HR 壓價。title 同年資只係參考，真正決定你人工嘅係你有幾多市場會埋單嘅價值。我幫學生定價通常睇3樣嘢：第一，稀缺性，你做個 domain 市場缺唔缺人？例如做 crypto exchange、sell-side trading、insurance 或者 IT vendor， 身價已經可以完全唔同。第二，可轉換性，你識嘅嘢離開呢間公司之後仲值唔值錢呢？如果只係因為熟悉公司內部 legacy system， 靠老細俾面，嗰啲唔算係你真正嘅市場價值。第三，兌現能力，你係咪真係有解決問題嘅能力呢？叫 AI 寫曲好容易，但係你識唔識取捨思維？有冇能力判斷邊個 solution 先最適合你呢間公司嘅 specific use case？ 喺有限嘅資源之下，你解唔解釋到底應該用 monolith 節省 DevOps 成本，亦或用 microservice 提升 scalability？ 估價唔係靠感覺，你要做嘅係先揀一個你想深耕嘅專屬 domain， 再決定你想去嘅公司 tier， 然後去研究嗰個市場入邊嘅 job post， 再問自己 JD 入邊你所需要嘅 skillset 到底中咗幾多個呢？你嘅 skillset 入邊有幾多係真正可以轉移、可以被市場認可能力？咁做最大好處係，就算 HR challenge 你憑咩值呢個價，你都唔係空口講白話，而可以清楚講出呢值錢唔係因為你做咗幾多年，而係因為你有邊啲市場需要，而且大得走能力。如果你最後發現自己叫價唔高，都唔使灰，因為你已經知道個問題唔係我唔得，而係你仲未補齊市場所需要嘅能力。我頭先講嘅邏輯背後其實係一套完整嘅系統框架。如果你想學識點樣精準拆解自己嘅市場價值，補齊最值錢嘅 skillset， 點擊我 profile 連結報名參加我嘅免費網上分享會啦。我係電馬士 Casper，follow 我同你拆解更多香港 IT 嘅求職邏輯同面試標準。我哋下邊見。